坊間魚油種類眾多，價錢幾十蚊到幾百蚊都有。到底揀魚油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呢？原來揀錯魚油唔單止達唔到保健效果，反而增加身體負擔，得不償失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家俊醫生。作為家庭醫學專科醫生，我每日都會見到好多人關心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。大家都知道要均衡飲食，增加運動量，但喺繁忙嘅都市環境入面，有一種關鍵營養素經常被人忽略，嗰種就係 Omega-3 脂肪酸。今日我想從醫學嘅角度同大家分享點解都市人特別需要補充 Omega-3， 同埋點樣揀真正高品質嘅魚油產品。首先等我講下點解都市人特別需要額外補充 Omega-3。都市人生活節奏急速，工作壓力大，每日忙到停唔到手，經常需要喺出面食飯。茶餐廳同快餐店嘅食物雖然方便快速，但大部分都係用大豆油、粟米油、向日葵油呢啲植物油嚟煮，呢啲油含有大量嘅 Omega-6 脂肪酸。雖然 Omega-6 都係人體必須嘅脂肪酸，但問題喺攝取比例嚴重失衡。理想嘅 Omega-6 同 Omega-3 比例應該喺2:1到4:1，但現代人嘅飲食比例卻高達15:1甚至25:1。呢種長期失衡會令身體處於亞健康狀態，增加血管負擔，影響新陳代謝，進而增加各種健康風險。Omega-3 喺人體自己製造唔到，必須從飲食度攝取。雖然我哋可以從深海魚類，例如三文魚、青魚同秋刀魚入面攝取 Omega-3， 但喺要達到足夠嘅劑量，必須每星期食大量嘅深海魚。但深海魚又有重金屬風險，要小心處理。對於經常出街食飯、工作繁忙嘅都市人嚟講，補充高品質嘅魚油就顯得非常重要。咁 Omega-3 對我哋嘅健康究竟有咩好處？國際醫學研究已經明確證實 Omega-3 入面嘅 EPA 同 DHA 對人體具有多重保護作用。根據大量嘅臨床研究顯示， Omega-3 可以促進新陳代謝、調節生理機能，幫助維持血管彈性，保護循環系統健康，降低三高水平，增加好嘅血液因子，抑制身體鹽粉應，支持大腦認知功能同視力健康。呢啲都係經過嚴謹科學驗證嘅功效。特別值得一提嘅係 EPA 同 DHA 嘅黃金比例喺2:1，即係 EPA 1000毫克配合 DHA 500毫克。呢個比例喺臨床研究顯示，對於健康維護係最理想嘅。今日我要介紹嘅係 MedHerb 醫學級極純 RTG 1550迷你魚油，唔單止含有黃金比例嘅 EPA 同 DHA， 佢仲特別添加咗以下嘅關鍵成分 DPA。DPA 係一種喺一般魚油入面含量極少嘅 Omega-3 脂肪酸。研究發現 DPA 喺促進血液循環暢通嘅能力上遠勝過 EPA 同 DHA， 抗血黏能力更高出7倍。當 EPA、DHA 同 DPA 三者互相配合，就能夠發揮更全面嘅協同效應，唔單止降低三高指數，抑制鹽粉應，更能夠提升血液流通性，保持血管彈性同功能。呢種3合1嘅配方喺市場上係相當罕見嘅。更特別嘅係，呢款魚油仲特別添加咗 Omega-9 脂肪酸。Omega-9 即係油酸 Oleic acid， 係地中海飲食入面橄欖油嘅主要成分。根據國際期刊嘅研究，將 Omega-3 同 Omega-9 結合使用，就可以更有效咁抑制鹽粉應，全方位守護身體健康。作為一位家庭醫學專科醫生，喺推薦保健產品嗰陣，我有相當嚴格嘅標準。當揀魚油嘅時候，我建議要留意以下幾點：第一，魚油嘅濃度同純度。濃度唔夠嘅魚油攝取過量可能會增加身體負擔。魚油純度如果只有25%到50%，濃度就屬於偏低，建議揀濃度84%以上嘅魚油。MedHerb 醫學級迷你魚油，每日只需要食2粒，就能夠攝取到1500毫克嘅 Omega-3， 濃度更達到94%，劑量充足而且有效，符合國際醫療級標準。第二，魚油嘅形態。
唔同嘅提取方式會提煉出唔同魚油嘅形態，呢個同吸收率有直接關係。常見嘅有 TG、E、RTG， 其中 RTG 技術門檻最高，兼具高濃度同高吸收性。MedHerbs 醫學級迷你魚油用 RTG 形態，呢個係最接近天然魚油嘅分子結構，經過重新酯化後，吸收率比傳統魚油高出300%，生物利用率極佳。第三，國際認證同魚油來源，要注意魚油有冇國際認證同檢驗，同埋魚油嘅來源地，揀小型魚來源，避免海洋魚類本身殘留嘅重金屬、二惡英、微塑膠等風險。呢款魚油獲得超過100份臨床數據認證，領先市場，確保產品嘅功效有充分嘅科學實證支持。佢同時通過咗 IFOS 認證，係全球魚油品質嘅最高標準之一，確保產品嘅純度、新鮮度、重金屬含量同污染物檢測都符合最嚴格嘅要求。用挪威西部無污染海域嘅深海小型魚，來源潔淨而且安全。第四，冇腥味迷你膠囊容易食。作為家庭醫生，經常留意到小朋友同老人家都好怕吞體積比較大嘅膠囊，而 MedHerbs 迷你魚油設計成1.5厘米嘅迷你膠囊，吞咽方便，就算係老人家或者吞咽困難嘅人士都可以輕鬆服用。邊啲人士特別需要補充高濃度魚油呢？經常喺出面食飯，需要營養補充嘅上班族，都市人工時長，生活忙碌，缺乏運動，長期攝取高 Omega-6 油脂，飲食唔均衡，關注心血管健康嘅人士，需要維持血管彈性同血液流動性，降三高，重視保健嘅中老年族群，希望及早進行預防保健，建議每日食1至2粒，跟餐或者飯後食用效果最好。都市人生活忙碌，健康更需要及早保養，揀有醫學實證、高品質認證、全方位配方嘅魚油產品，係對自己同屋企人健康負責嘅表現。保養就由補充優質 Omega 3開始。